大家好，我叫張妮，喺澳洲悉尼從事幼兒教育工作，結果自己教育出嚟嘅孩子令我非常咁心痛。一直以為細路仔讀好書就會有好嘅前途，從我細路返小學我就開始幫佢課後輔導，佢好乖好聽話，鍾意睇書做功課。小學嘅時候可以去到天才班，中學去到精英中學，大學又去到悉尼大學讀雙學位。畢業之後又真係可以揾到一份好嘅工作，仲每年都升職。我就以為我個細路會有好嘅前途，但係上年4月嘅時候，佢講俾我聽，佢先係俾朋友欺負，跟住俾工作嘅上司同事欺負，患上咗嚴重嘅恐懼症同憂鬱症，導致唔能夠正常返工，一共休病假休咗5個月之久。最嚴重嘅時候，瞓喺張床嗰度足足2整日，白天唔飲唔食，只係晚黑我叫佢嗰時候食一小碗仔嘢。到第二日晚黑，我坐喺身邊，我問佢：你瞓得好嗎？佢微微睜開眼睛，好顫抖咁講俾我聽：媽媽，我好驚啊！我抱住佢，佢喺我懷裏邊喊得好痛，我個心喺度撕裂，無比嘅悲傷。後嚟佢仲咩人都唔再相信，連醫生亦唔再相信，唔肯食藥，唔肯接受心理輔導。我感覺我將會失去我個細路，我個細路就快冇啦。我到處去求醫，求方法，有幸遇到 Hero Lady。通過學習，我覺醒到為人父母嘅10大錯誤區域裏邊，我佔咗6個。我係如此嘅失敗，方法唔對，會將細路帶向死亡。我每日堅持將 Hero Lady 嘅核心價值同理念一啲一啲咁滲透俾我個細路，即使佢話唔信，亦唔會做，我就從自己開始，將 Hero Lady 嘅方法技巧去運用出嚟，唔再抱怨，能夠保持平穩嘅心態。慢慢，我個細路願意同我一齊去河邊跑步，睇下鴨仔，睇下雀仔。佢話感覺輕鬆咗好多，佢跟我跑步1次、2次，到依家佢能夠自己每天堅持去跑步。呢2個星期，佢亦休完咗病假，開始返工。我問佢：你驚唔驚？佢話佢唔再驚啦，佢接受咗 Hero Lady 嘅核心價值，每日都對我笑。雖然離完全康復仲有一段距離，起碼依家我個細路佢可以勇敢咁面對，願意自我成長。非常感謝 Cindy 同 Hero Lady 俾咗我同我細路第2次嘅生命。我願意成為一名感情關係顧問，通過我同細路活生生嘅人生經驗，幫助更多嘅家庭挽救夫妻關係、親子關係。祝願人人都擁有甜蜜幸福嘅感情關係。I'm a life changer。